順德同埋南海咧喺以前到依家喺全國綜合實力排名都係趌得起頭嘅。踏入咗2000年之後咧，順德同埋南海咧陸續並入咗佛山。咁並入咗佛山之後嘅順德同埋南海邊個實力更勝一籌呢？我哋先睇睇順德。順德位於廣東省珠三角嘅中南部腹地，佢下轄4個街道同埋6個鎮，分別係倫教街道、勒流街道、大良街道、容桂街道、陳村鎮、北滘鎮、樂從鎮、龍崗鎮、杏壇鎮同埋均安鎮。順德嘅總面積係806.57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咧喺2023年達到323.78萬人，生產總值截止到2024年有4293.83億元，同比增長咧係0.2%。咁我哋再睇睇南海，南海亦都位於廣東省珠三角嘅中南部腹地。南海下轄有1個街道同埋6個鎮，分別係桂城街道、九江鎮、西潮鎮、丹灶鎮、獅山鎮、大力鎮同埋女水鎮。南海嘅總面積咧比順德大好多，有1071.55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咧有367.54萬人。截止到2024年，南海區生產總值咧有4003.35億元，同比增長咧係1.8%嘅。咁睇咗呢啲數據之後，大家又覺得順德同埋南海邊個更係潛力股呢？咁到咗最後，大家又知唔知道順德同埋南海嘅車牌代號究竟係咩呢？